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24岁时，西藏首都拉萨遭到中共的强占和武力镇压。在极端无奈和人身安全带来危害之时，尊者于1959年3月17号夜晚，伪装成一名士兵离开拉萨罗布林卡，在藏军的护送下，带着部分内阁成员，经过长途跋涉，于1959年3月31号抵达印度控制下的达旺地区，正式踏上了漫长的流亡生涯之路。